伯，听说您的儿子回乡啦。阿爸，聽講一嚟啊，全家鄉來了。阿爸，聽講一嚟啊，全家鄉來了。是啊，我儿子回來協助果園工作。錯啊，我嚟啊，將來停少個人嘅條路啦。錯啊，我嚟啊，將來停少個人嘅條路啦。俊宏真的很認真。俊芬真是當認真。俊芬真是當認真。是啊，俊宏的認真我都看在眼裡。係啊，俊芬認真係全啲。係啊，俊芬認真係全啲。我想給他一塊果園，好好經。我想本地個人去好好經營。我想本地個人去好好經營。今天就是想跟你請教。根本日就是想讓你請教。根本日就是想讓你請教。是不是可以協助測量我們家的土地呢？做得幫忙測量我屋下嘅土地麼？做得幫忙測量我屋下嘅土地麼？可以的，這是土地鑑界的業務。做得啦，這是土地鑑界嘅業務。做得啦，這是土地鑑界嘅業務。哦，請問可以一起丈量我的農地裡其中一小塊的土地面積嗎？請問做得順下丈量我農地地內其中一小的土地嘅面積麼？請問做得順下丈量我農地地內其中一小的土地嘅面積麼？不好意思哦，只能針對您地級線的外圍土地周圍的界線測量。拍攝是做得針對你地級線嘅外圍土地是會嘅界線測量。拍攝是做得針對你地級線嘅外圍土地是會嘅界線測量。我們無法提供使用面積的測量。我哋無法提供使用面積嘅測量。我哋無法提供使用面積嘅測量。好的，我明白。好，我知嘞。好，我知嘞。您是土地所有權人嗎？是我本人。你係土地所有權人嗎？係我本人。你係土地所有權人嗎？係我本人。這幾份資料先提供給您，上面都有注意事項供您參考。這幾份資料先提供給你，當背都有注意事項給你做參考。這幾份資料先提供給你，當背都有注意事項給你做參考。好，請問辦理土地鑑界的測量規費怎麼計算？好，請問辦理土地鑑界嘅測量規費用辦算？好，請問辦理土地鑑界嘅測量規費用辦算？土地鑑界是以每公頃為計費單位，每單位是新台幣4000元。土地鑑界係用每公頃為算錢單位，每單位係新台幣4000元。土地鑑界係用每公頃為算錢單位，每單位係新台幣4000元。不到1公頃的話，以1公頃來算。冇到1公頃嘅話，用1公頃來算。冇到1公頃嘅話，用1公頃來算。如果超過1公頃呢？係講超過1公頃咯。係講超過1公頃咯。超過1公頃的話，每增加半公頃就增收2000元。超過1公頃嘅話，每增加半公頃就加收2000元。超過1公頃嘅話，每增加半公頃就加收2000元。增加不到半公頃就算半公頃。增加冇到半公頃就算半公頃。增加冇到半公頃就算半公頃。如果面積超過10公頃，就要依實際需要計算。係講面積超過10公頃，就按照實際需要計算。係講面積超過10公頃，就按照實際需要計算。提醒您，
记得要买戒庄哦。提醒你記得要買戒斷哦。提醒你記得要買戒斷哦。我了解，谢谢你。我了解，是夢兒。我了解，是夢兒。